好，我哋繼續做 Woods 嘅題目啦。咁35條 A、B 咧，呢度有啲特別嘅，特別就係佢將 identities 侵埋落嚟一齊考。咁我哋重溫一下 identities 啦，有3條公式，分別就係 A 加 B 嘅 square、A 減 B 嘅 square 同埋 A square 減 B square。好，咁咧，我哋要一眼就認到呢條題目係用緊邊條 identities 㗎啦。咁咧就係第3條，咁 A、B 分別就係 root 3同埋 root 2啦。咁簡化咗答案就3減2等於1，做完㗎啦呢條題目。係，如果你認唔到係 identities 咧，咁你就要2乘2變成4個數字做，咁就會慢一啲。咁呢個非常之重要，一定要好熟嘅，係啦。咁 B 條題目咧就係 A 加 B 嘅 square 啦。咁 A 分別就係 A、B 分別就係2 root 6同埋3 root 2啦。咁亦即係2 root 6嘅2次啦，加翻2乘以 A 乘以 B， 最尾就係3 root 2嘅2次，即係等於4乘以6，加翻2乘以3、2如6 root 12，加翻3、3歸9乘4、6、24，加翻9、2、18，加翻6、2、12，然之後4乘3、12，等於42，加翻12乘以2 root 3， 42加翻24個 root 3，最後嘅答案。好，35條 A、B 去到呢度。